参加の人数は約1000人の選手。唉，好快 AS1 加咗啲水就算啦。
ださい。入りたい。ちょっと2人で女子 OK。女子 OK。これでやっと。啱啱完咗 AS2都唔停咁耐啦，補咗水就繼續行啦。Hello。OK。嗯？ナイスランです。はい、オッケー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而家離開咗 AS4，去緊 CP2。CP2 cut off time 係6點半，而家5點鐘，希望每個鐘過到去，再睇睇情況，調整自己，食返啲嘢，希望完成得到呢個比賽。
哇！而家去緊 Checkpoint 2，一大片稻田，好靚，好靚。嗰2公里行極都未行完，我都已經唔敢跑，四頭肌已經實晒，留翻少少，你一陣間又上2個好似好鬼尖嘅山咁樣咯。不過落咗熱頭就冇咁熱，涼翻少少。最主要之前嗰段 keep 住個時速6呢，但係又太熱，飲水又飲唔夠，個人好似滾滾地，好似感覺上好似種地鼠咁樣。喺 AS 唔係 CP1 去 AS3已經開始 drop 啦，個狀態，30公里 drop 得好勁，簡直係行短少少都要唞一唞先嗰隻咯。希望落咗熱頭會好啲。咁睇個勢，一陣間都要開頭燈噶啦。希望一陣間計翻以翻個時速4，起碼可以喺13個鐘頭完成啲58公里啦。Hopefully， 終於到咗 Checkpoint 2，呢度都要休息多少少。なるほどね。而家經過完 CP2，去緊 AS5 6K 度啦。好上，好 sharp 咁樣上，好 sharp 咁樣落。Oh my god！ 白山ありますけど、どうします而家仲有2公里就去 AS5 最後一個 A station。好，最後一個 A station。去完呢度呢，仲大概我估唔知6K 定係7K 就返終點，及個牌先，因為嗰個 distance 個數字都非常之變幻嘅。睇睇 ，OK， 睇翻50，仲有6.8K 就去翻山中座。OK， 數6.8， 57， 58.2 total。OK， 咁我而家去補水同埋 sport drink， 我就撇㗎啦。而家去緊 finish， 咁而家翻到去山中座終點就6.8公里。咁啊 check 咗嗰個大會計時就話我1個鐘可以到，我估都唔會㗎啦。我要保養，保住自己隻腳，仲有去旅行仲有幾日要玩。成個比賽就係13個鐘限時，我而家用咗11個鐘，咁啊2個鐘內應該都穩陣，除非有意外啊、跌倒啊嗰啲啦。咁所以去到呢個位，其實 finish 嘅時間已經唔係最緊要啦，最緊要就係順利完賽。早一段已經開咗頭燈㗎啦，因為喺山嗰度都比較
密林咧，同埋有啲山溪水好跣，所以都開住咧，成條路況比較立體啲。咁而家呢段路就最後一個攀爬升，同埋最後一個就 drop， 即係 decline。而家天氣涼咗，個人回魂先講到翻多啲嘢。根據隻錶個 climb pro， 而家會有3公里嘅爬升。咁佢個爬升3公里就上159米 ，kind of gentle 啊。有時時間都唔係最重要，最享受嘅係每一次比賽唔同嘅天氣，自己要作出調整，心態上面、技巧上面、速度上面等等，呢個係最好玩。而家最後2K 就去 finish， 睇落去都係經過嗰啲旅館嗰度。終於到啦！